来继续来看云林县社会关怀协会，伫4年前来成立着新住民话剧的团队，透过表演，让新住民来学讲台语，透过剧情，嘛来宣导着两性平权的观念。为了宣导两性平等的观念，云林县社会关怀协会所成立的新住民剧团，拢会定期到县内各学校、社区进行表演，对来演出予民众欣赏。大家嘛会使对剧本当中了解更加侪有关性别平等的观念。假如我以后当伯伯的时候，我一个观念，男女都平等的 ，OK 的。话剧的表演对所有的新住民来讲是真大挑战。除了甲国语、台语讲得好，大家排练的时间嘛真歹调，定一练习都是1天的时间。有人嘛因为家庭因素爱带囡仔，像这摆演出都有人甲囡仔做伙带来表演。去国小的时候，我们可以讲国语，我们就是稍微一点点的困难。但是讲台语的时候，因为有一些阿公阿妈的话，我们就是要使用台语来讲，所以对我们来说，台语的话就是我们就是很不熟悉的。新住民话剧团队成立到今，干那4年的时间。自一开始的小团队到今，有愈来愈侪人加入，希望透过家庭式轻松趣味的剧本，来向大家宣传两性平等和打破一般的传统观念。透过我们生动有趣的一个宣导，然后尤其有奖征档，让我们的民众的了解，原来现在性别是新思维、新改变。男性嘛会使来做美容、美发等等的工课，厝内家务嘛毋是干那女性会使来做。透过这摆两性平等的演出，希望让更加侪人来改变传统观念。